就是别跟我给我擦皮鞋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杨帅哥，来，那这个就是黄叔叔专门从法国给你找到来的声乐老师啊，人家音乐家大音乐家啊，皮尔卡王啊，怎么样？儿子，我们要学声乐就要找最佳观的老师。Bonjour， 就是别跟我。哎，杨帅哥，你看看不得了，哎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一开口就那个味道。来，皮尔卡王，教官。不过皮老师，你要不还是讲这个中国话吧，法文我们听不懂啊。你们好，我是皮尔卡荒，我唱 opera 很厉害。哦哟，久仰大名了呀，皮老师啊。杨帅哥，这个皮老师皮尔卡荒是黄叔叔在法国西郊啊，不是西郊，法国西部郊游的时候认识的。你说巧啊，皮老师还要抽支烟呢。谢谢你，我是歌唱家，为了保护嗓子，我不抽烟。哦呦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皮老师，拎不清了这件，儿子。那就这位小帅哥，姓杨，杨帅哥，想跟你学这个唱歌啊，了，以后就拜托你了啊，皮老师。哎，皮老师，你要不现场给我们来一段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？没有问题。Figaro，哇哦！哎呀，大师就是大师，这个唱的中气说的不得了啊！儿子，杨帅哥，皮老师，你刚刚唱的这个是什么？费列罗啊，那个巧克力球儿子了。哦，巧克力球就是你代言的儿子。不是费列罗，是费加罗啊。不是费列罗，费加罗。杨帅哥，什么是费加罗了？不去管他，皮老师唱的厉害，教官。哎，杨帅哥，这个东西，皮老师。哎呀，老黄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哎呀，老皮，我跟你客气什么？不是我送给你的，小帅哥送给你的一片心意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好东西啊，那个皮尔卡王老皮啊，这个东西小帅哥特地从南川堂给你买过来的。你这个东西你们法国没有的，真的，皮老师灵得不得了的这个。我吃完以后，我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每天这个精神啊，好到不得了，吃好老酒，第二天头也不疼了，嗓子都顺了，真的，你试试看，这个也是小帅哥拜师的一片心意啊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小帅哥。那你唱一句我听一听。哎，杨帅哥，皮老师给你唱一句，来呢，唱唱碟，唱出来。哦，好，哈，很有天赋。我喜欢。哦哟，就怕你不喜欢了，喜欢就好。那个老皮，那这样我们打会儿牌吃饭啊？好，没有问题。不过我先要烟牌。老黄，你输了，给我擦皮鞋。哈，开玩笑。